齊齊玩，好好玩，耶！大家好呀，我哋係齊齊玩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條定制的新疆北疆深度之旅。我哋由旺角集合，坐直通巴去到深圳，搭機直飛烏魯木齊，輕鬆入住酒店，養足精神，準備玩足全程。第一站，我哋會前往天山天池，喺雪山同湖水之間感受瑤池仙境嘅仙氣，影出嚟嘅相張張都可以做壁紙。重頭戲嚟啦！我哋會穿越被稱為中國最美公路嘅獨庫公路，仲會經過獨山子大峽谷，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嘅壯闊。之後我哋會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，感受最先見到太陽嘅地方嘅遼闊。喺天山花海欣賞秋日限定嘅浪漫景致，繡球、墨菊盛放，好似置身童話世界一樣。跟住，我哋會去到被稱為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嘅賽里木湖，湛藍湖水同雪山相映。我哋會前往烏爾和魔鬼城，坐小火車穿越奇特嘅雅丹地貌，睇風雪形成嘅奇形怪狀岩石，好似闖入科幻大片嘅場景。接下來，我哋會去到被譽為中國最美鄉村嘅和睦村，喺呢度住一晚，睇木屋炊煙裊裊，喺白桦林邊散步，感受世外桃源般嘅寧靜。清晨仲可以睇住晨霧漫過村莊，治癒所有煩惱。再去到中國最西北第一村白哈巴，打卡中哈大峽谷，喺邊境村落睇日落，感受最原始嘅圖瓦人風情。旅程嘅重頭戲之一就係喀納斯國家森林公園，有人間仙境之稱。喺喀納斯湖漫步，睇神仙灣、月亮灣、臥龍灣嘅絕美風光。之後進入五彩灘，中國唯一注入北冰洋嘅鄂爾齊斯河穿流而過，一邊係丹霞地貌，一邊係金黃湖洋，日落時分光影變幻，好似打翻咗調色盤一樣。返到烏魯木齊，逛新疆國際大巴扎，買手信，試地道美食，感受新疆嘅熱鬧煙火氣，全程純玩，無自費，無購物，安排專業工作人員隨團照顧，讓各位貴賓團友盡情暢玩，盡享一段舒心的旅程。想睇大美新疆呢條路線就最啱啦！